真正爱较杂一个，因为有思想是百姓的母国。遐即马，大国家搁惊啥物？惊经济，惊经济受到冲击。外界就烦恼讲，伊朗若是封锁无有航道和木子海峡，敢会引起能源的危机？也即个危机，咱台湾敢闪袂过？外交部长林佳龙就表示讲，总统府有开国安会议来提出计划，要来应对。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情势愈来愈严重。彭博社更加报道，美国高层官员正伫咧为对伊朗发动攻击做准备，计划伫咧一礼拜六进行空袭伊朗，介入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。即马外界伫咧担心，伊朗若是封锁关键的贸易航道荷木兹海峡，是不是可能会造成能源危机，影响台湾？油价跟物价可能受到战争的影响。那政府都有密切的关注。昨天的国安的这个比较高层的会议呢，也针对这个做出各种应变的计划。那今天都陆续的对外会宣布。咱外交部长林佳龙讲，总统府已经召开国安高层会议，拟定相关的应用措施。目前咱驻以色列代表处继续伫咧运作，也无正式撤侨。不过已经陆续协助当地台湾人离开以色列甲伊朗。但是，依然有274人伫咧以色列，6个人伫咧伊朗。已经离开几位？20位。伊朗那边原先我们掌握的是9位，那现在有3位，他们已经从陆路到土耳其去了。那最近呢，还会有3位可能会往北边，我们每天都有联系。可以联系上吗？对，而且主任他自己对于其他还没有离开的一些撤离路线，他都已经规划好了。但是，这个团讲，有伫伊朗的台湾人寻求中国大使馆协助撤离。林佳龙澄清讲，各地拢有甲兼合关伊朗的驻杜拜代表处保持联络。他们是学生，那有同学的关系，是因为这个伊朗政府他们有提供车辆，所以他们彼此因为熟识所以就一并的搭乘。另外，对美国国务院最近暂停国际学生签证申请，影响真侪去美国留学的台湾学生。林佳龙讲，外交部得到 AIT 上新的回复。美国方面将会重新启动学生签证面试受理，伫短期内将会公布新的流程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